配合安平区公所端午节关怀弱势的爱心行动，这群平安里志工正忙着在准备古早味小吃，要来招待大家。在煎锅上面吱吱作响的，正是今天的主角煎锤。听说历史得追溯到郑成功时期。前地，这伫300几年前吼，郑成功带兵来到台湾的时阵，迄个时阵这边啊无啥物人食，因为阮这是海口，海口吼就是简单结合吼地方的民情吼，做前地迄时阵拢有这当兵的吃，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。阮南边人哥，尤其阮里长吼做了最好食，所以若有机会吼，食到阮里长做前地吼，你会回味无穷安尼。为了担心这项古早味消失，安平区平安里长蔡成阿力表示，虽然老一辈工序都很繁杂，光糯米就得浸泡4小时后研磨成浆，再静置整晚待水分沥干。不过他很开心传承，强调都是原味，没有加入化学物质。古早味咱较早的人较实在，伊的物件吼都是拢咱照咱较早的人安尼做，无像即摆。加迄个防腐剂啦，啥物剂拢无，这拢原味的。会当讲甲咱较早的代志延续落来啊，还会当教人大家要做，毋是大家若爱食就该做。在志工的齐心协力之下，这道有台湾第一吃美称的煎锤被煎得金黄透亮，就准备盒装带有缘人一起来品尝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